嗱，最近網上瘋傳啊，話叫大家咧即刻咧翻屋企將呢啲 celery 嘅產品咧全部掉晒去喎。個原因咧就係因為咧驗到裏邊當中有致癌物啦。嗱，咪住先，我咧都作為大家嘅皮膚驗證專家啦，我都想同大家分析一下，係咪真係咧有必要將屋企嘅 celery 產品全部掉晒垃圾桶就解決咗問題咧？celery 咧前嗰排咧俾人告啦，事源咧就話有一間獨立嘅實驗室咧拎咗佢嘅暗瘡系列產品咧去做一個化驗，發現 benzoyl peroxide 或者我哋簡稱佢做 BPO 啊，降解出呢一啲致癌物苯超咗標啊。BPO 咧原來可以降解致癌物嘅喎，咁點解仲會將佢放喺暗瘡嘅產品入邊嘅咧？嗱，首先 BPO 咧係國際皮膚科指引公認為一線有效對抗暗瘡嘅一個成分嚟嘅，而 BPO 咧要降解出大量嘅苯咧，大前提咧一定要喺極端嘅高溫條件之下咧，先至會產生令人致癌嘅一個濃度。而呢個條件咧喺我哋日常使用嘅場景嚟做一個比較咧，係比較難發生嘅。咁啊，仲要係假設你日日都喺一個夏天支產品放喺露天嘅停車場嘅一架車入邊啦，再長期俾太陽咧照射，咁嘅情況之下咧，就會釋出大量嘅苯啦。喺極端條件驗出嚟嘅結果，去幫大家預測正常使用嘅風險，你覺得合唔合理呢？我就覺得唔合理啦。後來咧，美國 FDA 因為呢件事咧，去抽查咗市面95個含有 BPO 成分嘅產品，做咗個化驗，結果超過有90%嘅產品咧都係含有微量嘅苯啊。最後咧只有6個產品咧係需要回收嘅啫，反而喺網上咧講得最多嘅 celery 咧，完全唔喺呢個回收 list 入邊咯。咁所以咧，我覺得大家咧都可以放心啦。嗱，不過有一樣嘢咧，我都好想提提大家。嗱，產品咧嘅來源咧係非常之重要嘅，一定要喺一啲咧有信譽嘅商鋪咧、網站咧去購買產品喎。因為長途嘅運輸過程，如果經歷過高暴曬，成分咧都會有機會咧係降解同埋變質嘅。咁所以呢一次嘅集體控方咧，正式同大家宣佈啦，大家可以放下你嘅心頭大石，唔需要斷崖式嘅咧，將呢個產品咧掉晒去啦。Hello， 我係皮膚驗證專家 Ada。如果你手頭上有一啲嘅暗瘡產品咧，唔知道安唔安全喎，又或者咧面對緊一啲暗瘡嘅問題，唔知點解決，隨時留言 inbox 我。咁我今日就分享到呢度，下次有機會再傾。